我自己係本身係好中意做運動，之後我都係做好多運動咧。即係例如啦，一個星期係做咗5日啦，每次都超過咗2個鐘啦。同埋即係我原本係搭車返學校嘅，我為咗呢個比賽之後，我變成行路返學校咯。講到最特別嘅經歷，應該就係我同我啲 friend 4-5個自發去跑青山，因為我都想喺呢個比賽中獲得好嘅名次啦。就想同啲 friend 去跑青山，咁樣做可以有益身心健康啦，仲可以增加步數啦，同埋仲可以多做下運動。平時我哋體育堂都會有跑3個校圈嘅活動，我都想喺呢個活動度獲得較好嘅時間同埋名次。咁我哋學校係第4次參加呢個聯校智能 STEM 大賽嘅，咁啊由第一屆開始都有參加嘅。咁點解會繼續參加呢？因為我哋參加咗好幾屆啦，咁啊睇翻啲學生嘅表現或者回饋啊，佢哋都好正面嘅。咁亦都見佢哋真係好似做多咗運動喎，佢哋會拎住隻錶咁啊監測自己啲數據，可能係個心跳啦、卡路里消耗啦、步數等等啦。咁呢啲數據佢平時如果冇呢啲裝備嘅話，未必會咁容易睇到嘅。咁另外老師都有個後台可以睇到佢哋嘅運動個表現或者數據。咁啊，通過啲比賽形式咧，亦都鼓勵到佢有個競爭心啦，令到佢哋更加積極，可能同自己學校嘅同學比較啦，或者同其他學校比較，咁令到佢哋個生活模式更加活躍、更加健康啦，所以就繼續參加呢個活動嘅。